Andy 啊，你究竟知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啊？你竟然未經我哋劇團同意，走去同其他機構重演我哋套戲，你零專啊！喂，咁我哋係想多啲人睇到我哋個作品啫。喂，唔好咁小氣啦。喂，但係咁樣，你明顯係侵犯咗我哋劇團版權喎。今次真係俾你累死啦！嚇，係啊。共你最初相識起至結局變可悲。若你覺得可悲，雖自我亦覺可悲。嗱，你記住，你記住，遇着你要講句，最衰都係你，最衰都係我。係最衰都係你。身邊有你，我只穩陣蛇都死。事實上誰害我？事實上誰害你？最衰都係你。咁你都侵犯咗高山同埋岑爺版權啦！咩啊？我中意唱岑爺同埋高山嘅歌，唔得啊！喂，你唱就得，我演就唔得。係唔停！哎呀，你兩個唔好講咁遠得唔得啊？翻嚟呢單 case 先。嗱，呢套戲咧就係我哋全世界一齊 devise 成集體創作出嚟嘅。係，雖然你係導演。喂，嗱，我係導演啊嘛，即係我有權。係。你有權保持真啊！冇玩啦！根據版權法，你需要出示你嘅執行許可證，否則我哋可以將你拉翻去警局。喂，我有犯法咩？我想當年睇到個作品啫嘛，我犯法咩？唔係嘛？而家唔係事必要你講，但係你所講嘅嘢，將來將會成為呈堂證供。憑自我眼看字，證出。Stop！ 你兩個講翻人話啦，好冇？我哋係咪應該要揾個律師出嚟教下我哋點樣先至唔可以用錯版權咧？嚇！本大人，哇！小人本是創作好青年，古仔寫滿10幾篇，生活樂無邊。點知撞正間黑心公司，欺我冇經驗，合約萬字藏陷阱，奪我版權仲要賠錢。從前寫稿揾2餐，依家維權褲穿窿，求大人做主開心，還我版權公道天，公道天。大人請聽我講。未簽約嘅時候，版權喺你手，白紙黑字關係清楚，公司劇團先有得睺，獨立貢獻分得清，各持己作勿強求，集體創作分不開，共享版權到白頭。叮當叮當叮，版權自動跟住你，除非合約講明俾。否則邊個都搶唔起，搶唔起。唉，聽住啦，死窮鬼 ！Drop the beat。我出錢，你出力，版權梗係歸金主。委託作品冇版權，仲有專用特許權。你嘅作品我照用，仲可以俾你唔俾用，話唔俾就唔俾，吹咩？版內啦。吓？咁都得？咁 divide 成點計啊？冇案例嘅喎。根本就冇網管。講到最尾 divide 成集體創作要醒定，尊重人哋，尊重自己。除非想做等例子，俾人擺上網，恥笑10000年，10000年。簽約前睇清楚版權歸邊個，點樣用，點分錢，白紙黑字講清楚，講清楚。咁點啊？你主辦單位 book 咗場㗎啦，我哋下個月演出㗎啦。而家又唔用得個 divide 成嘅劇本，你教我點做啊？啊？喂，唔係喎。喂，如果我哋咧攞啲小説改編做劇本，你覺得有冇得諗啊？改編邊個啊？你偶像啊，下個月咪過嚟香港開 workshop 嘅？
所有咩咯？你哋知唔知？你哋未經我授權就唔可以改編我嘅小説啊！你邊位啊？馬魯卡米哈魯基德斯，村上春樹。啊，村上神，你冷靜啲，先嚇。喂，我哋而家咧，我諗過啦，你呢個經典小説《挪威的森林》咧，而家咧有啲過時㗎啦。喂，唔係，嗱，我諗過㗎啦，嗱，我哋將你嘅經典小説改編成為劇本，搬演到舞台上面，哇，一定好大迴響㗎，啲票房一定爆。爆！我而家就係爆啦！你哋知唔知咁樣依然係侵權？根據版權法，你哋冇權改編我嘅小説。喂，唔係啊，嗱，我哋而家咧係幫你嘅小説，我哋準備致敬嘅啫。嗱，我哋咧係會呢個藝術上叫做 recreation 再創作啊！再創作即係喺原著作品上高再加啲新嘅內容，都係創意嘅一部分。喂，但係咁樣喺法律上高會唔會受到保障㗎？ recreation 再創作，你哋知唔知？如果原始作品仍然有版權，你哋咁樣做依然係侵權。你哋知唔知？寫作對我嚟講，就好似喺漆黑裏邊摸索咁樣，每一隻字都係我心底裏邊最深處嘅秘密。當我寫作嘅時候，我腦海裏邊浮現嘅係無數個角色，佢哋就好似我嘅朋友咁樣，陪伴我度過每個孤獨嘅晚上。我會想象佢哋嘅笑聲、眼淚，同埋佢哋嘅夢想。我每一個情節就係我心底裏邊對生命嘅探索。所以，當我聽到你哋要改編我嘅小説嘅時候，我就覺得有人要拆散我裏邊美麗嘅城堡。我哋唔係想拆散你嘅城堡，我哋只係想建立個新嘅啫。係，我哋想將你作品入面嘅感受咧傳遞開去，俾更加多嘅人可以體會咋。咁我哋可以點樣搞啊？親愛的劇場人，當你讀到這封信時，後台的燈可能還亮着，道具間裏散落着未乾的顏料和半頁被搓巢的劇本。這座城市的舞台總是如此，在黑暗與光明的交界處，我們曾為了一個好故事徹夜難眠。即使是最自由的即興，也要先確認同伴的節奏。著作權是條很長的河，上游的人在種樹，下游的人才能乘涼。你觸碰的那個故事，是某人用青春熬成的琥珀，改編之人躍出於外。請先問問拍夫裏的蝴蝶，是否願意讓翅膀沾上他人的鱗粉？隨信附上某次侵權和解後剩下的門票，座位區是空的，但法庭旁聽席坐滿了。祝演出成功，心安理得。一個曾因版權問題失眠的監製。Shottamate，頭先你話你請你嘅偶像嚟香港搞 workshop，有冇申請工作簽證？